傳統胎毛筆承載父母對子女嘅祝福。有6代胎毛筆製造傳人接手家族事業後，將製筆技藝帶入校園，俾下一代體驗傳統手藝嘅精髓。由黃仲賢講下。我哋以前做筆俾小朋友咧，就帶出種傳統嘅祝福嘅喎。剪頭髮咧，攬多塊紅布嘅寓意咧，將來咧鴻圖大展嘅喎，出人頭地，一生圓滿，將來懂得報效父母嘅噃，好唔好啊？張振宇係呢門做毛筆手藝嘅第6代傳人，佢依家正係利用初生嬰兒嘅頭髮製造胎毛筆，作為父母俾子女嘅第一份祝福。因為我嘅曾太祖母咧就係宮廷御用嘅製筆師嚟嘅，清朝道光17年嘅。咁我嘅曾太公咧就係剃頭匠嚟嘅，咁就會有一套剃頭匠嘅文化啦，同埋嗰個製筆嘅文化。男仔剃頭咧由前面開始嘅，前面咧我哋叫龍鱗髮，龍鱗髮咧係男仔嘅本命髮嚟嘅，用做胎毛筆嘅筆膽嘅。製作一支傳統胎毛筆需要經過36道工序，其中最難嘅一個步驟係要喺水盤入邊將胎毛梳理整齊。佢有啲嘢要唔係梳一次就梳得掂嘅，要反反覆覆拉梳，同埋佢傳統胎毛筆有4浸頭髮嘅，咁嗰度就起碼已經去咗成10幾個工序啦。你會見到水盤裏邊啲頭髮越梳越少嘅，你攞咁大執頭髮嚟，最後做翻出嚟好細嘅咋。各位同學好。張老師好。今天你們知道是來要做什麼了嗎？做毛筆。張振宇呢一日獲學校邀請，向年輕一代教授毛筆製作嘅技巧。校方話呢種親身體驗，比書本知識更能加深學生對傳統技藝嘅理解，而喺做筆嘅過程，亦有助訓練同學嘅堅持同耐性。喺個過程當中咧，我同學生一齊去製作毛筆咧，都讓我咧係學習到原來我哋不嬲去書寫嘅一個古代嘅工具係有一個咁精細嘅步驟。咁對於同學嚟講，佢唔係只係去練習寫書法，而係佢透過製作毛筆嘅過程，佢係能夠認識中國文化，而亦都令到佢咧對呢一個文化咧有更大嘅興趣。由最初抗拒家業，到今日將手藝傳承俾下一代，張振宇花咗10年時間，重新整理家族嘅製筆歷史同文化。佢嘅工作室目前位於土瓜灣，即將面臨市區重建，佢將會另覓新地方，延續呢門手藝。有線新聞黃仲賢報導。